大家好，有 Mr. Question。2024年12月29日，一班由濟州航空營運，從泰國曼谷素萬那普機場就飛往韓國全羅南道武安國際機場嘅定期客運班機發生咗巨大嘅航空事故。當時該航班由一架波音737-800客機執行，喺降落嘅時候疑似係遭遇鳥擊，因不明緣由機腹着陸，最終飛機衝出跑道，撞上機場外圍盲降系統 ILS 嘅天線同埋護欄後爆炸起火。機上181人中179人死亡，只係得2名服務員能夠生還。呢一宗嘅意外疑點重重，遭遇鳥擊係起因，但飛機第二次降落嘅時候問題多多，冇放下起落架，又發現冇放下飛機主翼嘅後襟翼。印度航空一架編號 AI171嘅波音787-8夢幻客機，6月12日喺印度西北部城市艾哈曼達巴德機場起飛，預計前往英國倫敦特威克機場。該飛機起飛約30秒後墜落喺當地嘅醫學院宿舍，造成好多學生傷亡。當時機上就包括機組人員，裏面一共有242人，最終只有1人生還，其餘241人罹難。從機場監控室拍嘅畫面可以睇到，班機從跑道移動到剛起飛嘅時候，似乎係冇咩異狀嘅。但係喺起飛後大概幾十秒，飛機明顯無法升高，導致最終喺825英尺，大概係251.5米嘅極低高度失去咗升力，最後墜落。根據前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主席桑亞德指出，從事故影片分析，客機喺起飛階段機身配置異常，起落架仲處於放下狀態，而襟翼就收起，同標準嘅操作相反，恐怕就係飛機無法順利升空嘅主要因素之一。而家眾說紛紜，好多專家都跑出嚟講東講西，但目前就只有呢一段影片，而且相當模糊，真相當然就唔係咁簡單啦。問題先生就同大家分析一下呢一場787夢幻客機嘅首次大災難。Basic question， 問題先生發掘時事盲點或者正確答案，讓大家明白事實嘅真相。喺節目開始之前，請各位訂閱並且撳埋右下角個鈴鈴，再選其全部，有新影片就會通知各位。787夢幻客機787使用咗音速巡航機所提出嘅技術同埋慣用嘅機體設計。波音稱787最多可以比同類產品節省大概係20% 嘅燃料，主要嚟自性能更高嘅發動機，佔整體燃料節省大概1/3，增加使用更多輕嘅複合材料，咁呢個又佔燃料節省嘅大概1/3，以減低機身嘅重量。以及使用咗不少新嘅技術，呢度又佔咗燃料節省大概係1/3啦。例如係使用咗太網作機內嘅通訊傳輸，制動系統使用咗電動嘅制動就取代液壓制動，而機艙空調使用嘅空氣從以前發動機取用壓縮空氣，就改為係電動壓縮機。簡單啲講，787嘅新系統大體上就係朝向電氣化嘅方向發展。波音使用咗2款新嘅發動機嚟提供787嘅動力，分別係通用電氣嘅 GEnx 同埋勞斯萊斯嘅特倫特1000發動機。波音宣稱呢2款發動機就將會比波音767增加咗20% 嘅耗油效率，其中增加咗40% 嘅發動機效率，增加空氣動力嘅改進效果，
增加輕量嘅複合材料同埋更先進嘅系統。氣動力設計，目前對於787氣動力設計有關資料非常之少，僅係知道787嘅機翼設計喺超臨界翼面嘅基礎上面採用咗全新嘅 U 型機翼。除機翼採用咗 U 型超臨界機翼之外，其餘增加氣動力嘅設計仲有流線機臂同埋鯊魚腦式翼尖小翼同埋尾翼。估計呢啲設計咧就可以大概係增加咗5% 嘅氣動效率。結構設計，波音787係使用咗超音速巡航機所提出嘅技術同埋慣用嘅機體設計，其中最受矚目嘅咧就係波音787嘅主體結構嘅大部分，包括咗機身同埋機翼，都係採用複合材料設計嘅，而唔係而家常用嘅鋁合金。此外，仲使用咗鈦合金，其中複合材料嘅佔比就達到係50% 以上。而飛機嘅形狀設計亦都因此而變得更加動感啦。複合材料就唔似係鋁合金咁容易產生疲勞同埋腐蝕現象，密度亦比鋁合金少，而且有高比強度同埋易於設計嘅優點。因此，波音787嘅維修費就會較同型機更低啦。而最大嘅飛行速度就更大啦，更加節省燃料，更加環保。被譽為最安全嘅飛機，波音787從2013年首航到現在總共交付咗1146架，發生過21次事件，但係冇嚴重事故導致死亡。今次印度航班就係第一次嘅墜毀意外。出事經過，整個起飛過程並無異樣，飛機飛到825英尺，開始武力升高啦。喺機頭上揚之下下滑，出事原因一般專家推測可能係一、前緣縫翼同埋後緣襟翼冇張開；二、發動機失去動力。正常嘅起飛過程，
我哋就拎2024年12月19日嘅濟州空難比較一下。失事經過：216航班喺泰國時間凌晨2時11分從泰國曼谷蘇萬拿普國際機場起飛，機上仲有175名乘客同埋6名機組，預計喺上午8時30分喺慕安國際機場降落。第一次着陸嘅時候，因為僚機發出咗緊急求救信號之後復飛。第二次嘗試着陸時候就冇放下起落架嘅情況之下咧，就機腹着陸，最終就高速衝出跑道，撞上航漢信標台，爆炸起火損毀。當地消防部門稱事故造成179人遇難，僅2名機組人員幸存。後來事故原因初步判斷疑似係飛機降落嘅程序中與鳥群發生衝撞，並有人錄下右邊發動機噴火嘅照片同埋乘客嘅通訊記錄，稱機翼上面係有雀仔，導致故障。迫降程序嘅疑點：由於當日天氣晴朗，韓國警方同埋消防部門推斷事故原因可能係飛機降落過程中起落架故障而無法正常放下，因此需要嘗試機腹着陸。至於起落架係咪因為僚機而故障呢？需要通過飛行記錄儀去確認具體嘅原因。由於現場附近嘅住戶錄像流傳，多位機師同埋空中航空行業相關嘅網紅對呢個感到困惑，喺網上發文表示，從專業角度睇呢件事件咧並不簡單，指出注意到事故飛機復飛後襟翼同埋縫翼都冇展開，導致速度過高於正常降落速度，致使放下起落架亦都會因為速度過高而衝出跑道，導致重大事故。對於喺一個短跑道機場採取咁樣嘅決策，而唔選擇轉場備降，同時消防隊亦都未待命狀況之下，都令人大惑不解。推測最終導致降落失敗嘅多個原因，除咗僚機故障，亦都唔排除係機組決策疏忽嘅可能性。前緣縫翼，前緣縫翼係處於唔開縫嘅放出狀態嘅時候，佢對機翼升力嘅影響同前緣襟翼相似，即係通過增大機翼面積同埋增大翼形彎度而提升上升力。當前緣縫翼處於開縫嘅完全放出狀態嘅時候，佢對於升力影響同前緣襟翼咧就唔同啦。後緣襟翼，襟翼係一條或者係幾條附於機翼後緣嘅可動翼片，平時同機翼咧合成一體，飛機起飛同埋着陸嘅時候就放下。襟翼片就能夠增加機翼嘅面積，改變機翼彎度，同時仲會形成一條或者係幾條縫隙，增加面積可以提高升力。形成縫隙咧就能夠令到下表面嘅氣流經過縫隙流向上表面，使到上表面嘅氣流速度提高，可以擴大範圍同埋保持層流，亦都可以令升力增加，並且減少失速現象嘅發生。大型飛機特別係客機都安裝咗雙縫襟翼，可以提高升力係數80到95%，效果十分顯著。當飛機喺起飛嘅時候，襟翼向後下方偏移角度就較少，主要咧起到增加升力嘅作用，可以加速飛機起飛。當飛機降落嘅時候，襟翼向後下方偏移角度較大，可以使飛機嘅升力同埋阻力同時增加，以利於降低着陸速度。冇放下襟翼，當飛機降落嘅時候，襟翼向後方偏移嘅角度較大，可以令到飛機嘅升力同埋阻力同時加大，
係有利於降低着陸速度。737-800降落時候速度要係喺140海里前後，機重一啲，速度就要低一啲。而降落時候嘅速度控制主要咧就係改變襟翼角度，放多啲速度就會低一啲。而216航班完全冇放下襟翼，着陸嘅時候速度喺210海里。737-800嘅跑道運行長度要求係1400到1500米，而降落跑道咧就長2700米。飛機喺大概跑道1100米嘅位置着陸，仲有1600米先至到跑道嘅盡頭。呢度咧引出咗兩個問題：點解咁遲先着地呢？又點解會衝到盡頭呢？全因為降落速度太高，飛機遲咗着地，加上冇放下起落架，唔能夠剎車，最後直撞支撐航向台嘅混凝土牆。咁樣症結問題係唔係冇放下襟翼呢？不放下襟翼嘅可能，第一個可能係液壓系統失靈，右邊發動機因為撩擊故障，但係咧冇熄火停車。就算係完全停咗，仲有左邊發動機要連左邊都停埋，後備液壓泵咧亦都失效，飛機先至無法操控，斜撞地上。但係飛機可以順利掉頭轉到5號跑道下降，一切並無異樣。咁即使飛機最少一台發動機咧仍然係正常運作，液壓系統冇完全失靈。咁點解唔放下襟翼呢？喺呢個問題之前咧，就要先講737-800係有自動操作功能嘅，包括埋降落。但喺危急關頭，機長咧都會選擇手動咧，係可以理解嘅。問題關鍵啦，點解唔放下襟翼？可能就係指向人為嘅概率咧就比較高啦。最大可能，我哋重組一下，從第一次喺1號跑道降落撞料開始，機長通知塔台 Breast Strike Mayday Mayday， 飛機復飛，機長發現右邊發動機故障，警號大響，機長關閉發動機，左邊壓力泵失效，但係唔影響飛行嘅。機長要求迫降5號跑道，飛機掉頭到5號跑道準備降落，但係就冇或者係唔能夠放下襟翼，因此速度過高，機長全力減速，就唔記得咗放下起落架，飛機咧亦都冇發出警告。因為速度過高，飛機差唔多跑道嘅一半距離咧先至接觸到地面，亦都因為冇放下起落架，唔能夠剎車，加上速度過高，滑行咗1600米之後咧都未能夠停下，正常滑行1400米就能夠停下噶啦，最終就撞上咗嗰個混凝土牆爆炸。印度空難嘅異同，兩次空難唔同嘅就係南韓客機發生喺降落，而印度客機咧就發生喺起飛。降落最常導致飛機失事，引發重大傷亡。降落難度比起飛大好多，而影響降落嘅因素咧亦都多好多。起飛失事喺航母上就比較多，陸上出事嘅就好少嘅。絕大部分影響起飛嘅因素咧都能夠提前考慮。兩次空難嘅相同之處就係同發動機同埋襟翼有關，亦都同起落架有直接或者係間接相連。南韓客機事故就源於撩擊。
但係印度客機冇發動機起火喎，咁呢個證明唔係僚機導致發動機失去動力。南韓客機因為發動機失去動力，收熱壓系統失靈，襟翼唔能夠打開。但印度飛機喺墜毀時候，主翼明顯係前緣縫翼係處於開啟狀態，襟翼亦都會處於開啟狀態。飛機喺升空前已經打開咗啦嘛，呢個亦都即使係升空嘅動力就係正常嘅。而印度客機仲喺好低高度喎，咁起落架當然就未收起啦。失事嘅最大可能，南韓客機出事由於僚機引起，加上連串失誤導致；而印度客機呢，就係突然發生嘅致命事故，導致兩個發動機同時失去動力。吊詭就在於兩個發動機突然失去動力啦。波音787嘅電力係由電池提供，唔會因而停電，液壓系統亦都唔會因而停止，機頭仍然上揚，就證明咗襟翼係有張開嘅，飛機喺冇推力之下滑落。又唔係僚機，發動機又冇起火，又冇停電，點解發動機會突然間熄火呢？呢個就係非一般理性討論可以揾到嘅答案啦。呢個起飛空難係波音787無人客機首次嘅空難，但係專家呢早有指出，波音偷工減料，會發生事故並不意外。NDTV 報導，曾經任職波音超過20年嘅資深工程師 Sam Salpo 早喺2004年4月就公開指控波音將利潤置於安全之上，並且向美國參議院作證嘅時候指出，787機身喺生產過程中出現咗好多結構性嘅問題，不當嘅組裝留下微小嘅縫隙，恐怕喺長期使用之下會導致結構疲勞，甚至係災難。曾經喺印度擔任機師嘅型男機長詹姆士事後就發文表示，已經提醒咗好多次印度航嘅飛機千祈唔好搭啊，稱當地航機嘅設備極為老舊，甚至仲係搭載二戰時代留下嚟嘅無線電設備。更加令人震驚嘅就係機組人員常常隨意回報位置，或者未經詢問就唔主動通報。佢話就係冇王法可言啊！呼籲外界應該正視印度嘅飛安問題。詹姆士仲透露，機件壞咗，維修人員會將一架好嘅又拆過嚟換，開單收錢。到咗呢架飛機報壞咗嘅時候，又有收錢機會啦。一個壞零件就收咗好幾次錢啊！詹姆士都叫你哋唔好乘搭印航噶啦。請各位訂閱緊隨本頻道嘅影片，獲取更新嘅資訊。希望大家廣傳，並且歡迎留言讚好。拜拜。